全球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奥委会的道德委员会主席、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审查他们的要求，别让2022年冬季奥运会在北京举行，因为有许多证据显示中国犯下反人道罪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指出，他们在去年8月就此问题发出公开澄清，却没有获得国际奥委会举行一次公正的听证会。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表示，他们在指称国际奥委会道德办公室没有遵循此次案件的程序之后，发出这份罪行的信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申，国际奥委会在可以查证的种族灭绝和反人道罪行的证据出现时，国际奥委会却没有在北京举行2022年冬季奥运会一事重新考虑，此种行为已经违反了奥林匹克宪章。去年曾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的东突厥散女医生萨乌迪拜，因对外界透露中共压迫维吾尔族的真相，被迫流亡瑞典，至今仍经常受到中共骚扰。但她仍勇于揭露中国在东突厥散的恶行，更被授予纽伦堡国际人权奖，以表彰她为捍卫东突厥散少数民族权益所做出的努力。颁奖典礼将于5月15日在德国纽伦堡歌剧院举行。纽伦堡人权奖每2年颁发一次。德国纽伦堡市长表示，萨乌迪拜是反映中国宗教少数群体命运的代表性人物。他向世人揭露了在教育营中的状况，以及北京企图推翻西方民主的长远计划。澳大利亚公共媒体特别服务广播公司3月5日宣布，在意识到围绕这些频道的严重人权问题之后，暂停转播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新闻节目。SBS 发言人表示，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和 CGTN 的节目将不会在周6播出。SBS 正在审查来自一个人权组织的投诉。在英国媒体监管机构因严重违法违规而吊销 CGTN 在英国播放的牌照后，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已致函 SBS。据悉 SBS 此前收到人权组织保护卫士的投诉信，称中国中央电视台在2013年至2020年期间播出了涉及近56人被迫电视认罪的节目。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2月份0时0分宣布，不允许 BBC 世界新闻台继续在中国境内落地。中国批评 BBC 相关武汉病毒疫情以及破坏维吾尔族人的报道。近日，芬兰媒体披露，地处芬兰最北部拉普兰行政区的开明亚尔威市在通知芬兰国防军后，拒绝了2018年1月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所提出的购买或租赁该市机场的提议。据芬兰广播公司3月4日报道，这个代表团当时由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代表团在2018年到开明亚尔威提出购买机场的计划。机场将用于北极研究飞机起降用，中方不排除全额负担翻修、扩建当地机场的费用。荷兰国防部表示，在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射击场旁边，该财产不太可能被出售给一个国有公司。此外，考虑到2020年10月起欧盟立法限制外国投资，这样的建议也不现实。美国国防部在一份法律文件中表示，美国官员将中国智能手机巨头小米集团列入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公司黑名单。部分原因是该公司创始人雷军曾因他所做的贡献而受到中国政府部门的表彰。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小米集团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雷军在2019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中国部门联合授予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称号。去年11月，美国政府发布行政令，禁止美国境内任何人投资有中国军方背景或被军方控制的中国公司。小米等9家中国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小米在华盛顿地区法院针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